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大學矯形及創傷外科嘅杜醫生。扁平足其實喺發育中嘅細路仔係好常見嘅。我哋每日喺兒童骨科門診裏邊都有5至10位細路仔嘅家長帶埋佢哋嚟睇有關扁平足嘅問題。往往家長都會問我哋，到底扁平足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發育、佢哋行路同埋其他關節？佢哋會問我哋，到底矯形鞋對扁平足有冇任何幫助，同埋其他嘅治療方法？喺討論扁平足問題之前，我哋先討論一下足部嘅結構同埋細路仔腳部嘅發展。人嘅足弓係由20幾個骨頭、韌帶同埋肌肉所組成。喺正常情況之下，足弓嘅形狀係跟隨人嘅站立同埋步行而改變嘅。由於細路仔足部嘅韌帶比成年人柔軟，而腳底嘅脂肪層又比較厚，驟眼睇，所有嬰兒同埋細路仔都係扁平足嘅。當年紀慢慢長大，韌帶慢慢收緊，脂肪層又減少，足弓嘅形狀就慢慢明顯啦。好多家長都誤解扁平足係一種疾病，其實7成求診嘅個案，細路仔都係冇任何疼痛或者唔舒服嘅。家長往往將唔同嘅健康問題同扁平足扯上關係，最常見就係話細路仔話腰痛或者腳痛，家長一口咬定就係同扁平足有關。其實現時亦冇證據指出扁平足會導致關節痛或者影響兒童發育。香港大學喺2004年至2008年嘅時間做咗一個矯形鞋對兒童足弓發育嘅研究。我哋分別跟進2批4至7歲嘅細路仔，一批俾咗矯形鞋，另一批冇俾。通過4年嘅觀察，我哋發覺2批細路仔喺足弓嘅發育上邊係冇明顯嘅分別，所以結論係矯形鞋係唔會令足弓發育更加之理想。扁平足喺細路仔其實好普遍，如果冇任何痛楚，其實係唔需要求診嘅。